桃园区今日宣布用新大和正义署名2025演习发动围台军演，明仔载实弹射击。在野要求总统去立法院国政报告，赖清德表达意愿，不过拒绝随问随答。雪北国家公园发生2件意外，有2个山友因为失温来无命，遗体要等好天才通再倒转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的暗新闻，我是曹欣。过2天就要跨年啊，也台北为着加强安全，避免讲人伤济，人客人来吊伤出意外。市府表示，跨年暗会会出动无人机来监控，警察会派1000多人来维安，也暗会入口会有金属探测器来检查，看敢有危险的物件。台北捷运公司的呼吁民众暗会结束要离开，会当改坐捷运绿线，才袂讲人拢只伫咧蓝线甲红线。台北市府头前跨年暗会舞台已经搭起来，警客嘛当伫巡看，敢有危险物品，边仔也有照明车和指挥车，互警方指挥官通坐伫顶悬掌握现场的状况。警方表示，跨年迄天会出动无人机和1000多个警察甲民防来强化维安。关团局嘛表示，暗会2个入口嘛会检查敢有人载危险物品，嘛会强化疏散指挥。利用金属探测器针对可疑的人事物进行探测跟收检。那另外也会在现场有非常多大型的看板跟牌子，让大家知道疏散的明确的方向。我们可以透过无人机的空照，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事先会拉设市府这个活动周边的录影监视器，可以立即指派就近的分区指挥官、小区指挥官派员到现场。台北捷运公司嘛呼吁民众在跨年了后，通加运用捷运南行山民站和小巨蛋站免费入站来减轻蓝线和红线的疏运压力。8月交通部嘛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有立委分别要求爱加强随机攻击的防灾演练和增加车站的警报铃。交通部表示，针对明年1月底台北车站的联合防灾演练，会加入去讨论。对于这种恐怖攻击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模拟演练过哈。是，报告委员，其实有模拟演练过。对于人为的攻击的部分，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加强的。把它联合起来，知道24小时这里有紧急事故，马上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部长，要不要研议一下？例如说，北车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状况底下，它的密度上到底够不够？这个我们来检讨。交通部表示，会改善紧急事件通报的流程，嘛针对元旦甲春节连假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括强化评估科技监控和警示，也能像台北车站这款重点交通站，因应假日的人潮，也会加强门禁管制和加派警察，也有保全力量等等。记者卢尚祖、王兴忠台北报道。也这几天因为天气寒，高山呢有结冰，有了雪道未少民众要去你欣赏。雪北国家公园所发生2件意外，有2个山友因为失温来无命，也甲因做伙爬山遐个人是互搜救人员带落山，和雪管处的提醒民众，雪季要上山一定要评估天气，一定要评估家己能力，准备好势，才袂讲来出代志。空勤总队直升机飞到台中市和平区博科尔草埔仔这片山林救援，有5个人爬雪山，而且经博科尔草埔仔附近40多岁姓田的查甫人因为失温死亡，其他4个人嘛体力无够，还佫欠缺食食。而到早起10点外，由空勤直升机吊挂救援。另外，伫雪北国家公园皮皮达山丘有6个人爬雪山西岭线，26队内40岁姓林的查甫人嘛是失温无命，其他的山友先落山。苗栗县消防搜救人员29加再送到小雪山资讯站落山。皮皮达34舰同行伙伴，今天上午11时已由苗栗县消防局人员平安带至小雪山资讯站下山。波克草原部分4名同行伙伴亦由空勤总队今天上午11时已经平安吊挂下山。2个罹难者山友遗体爱等天气良好，则请空勤直升机吊挂。山岳专家表示，爬山上惊拄到湿寒、失温加风寒效应，人体体温流失速度是一般情况20倍。建议穿衫分组内中外3严，爱分排湿、保温、防水、透空气3种功能。那最外围的话，我们就是穿防护层，它是防水，然后又透气的。不会说因为你在活动当中导致说，外面在下大雨，你的体内
那个因为流汗而导致你的衣服都湿掉了。中和员讲，人体伫室温的情形袂使超过3点钟，安尼无有性命危险。建议若无完全准备，细柜唔通爬山。雪管处表示，当天路线因路欠缺山寮啊避难，山友要出发进前，一定要有上歹前防的准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讲到天气，今日各地有热了回温，不过明仔载又会开始寒。气象署表示，拜二、拜三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北部会湿湿冷冷，所以咱观众朋友看年就要穿好少。也元旦呢有大陆冷气团来到地，1月初2、1月初3是上介寒，上寒可能剩10度。拜一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不过气象署表示，接落来会有东北季风路南。拜二、拜三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较低，水汽也会增加，遮后面会有雨。31看年暗，气象署提醒，有要伫北部参加看年活动的民众，爱穿好少，嘛建议爱插雨伞、雨伞。预计一直持续到跨年夜，包括元旦。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容易有阴天、雨天的天气哦，尤其是在基隆北岸、双北的山区，可能雨势呢会比较大一些些。这当中又有新竹以北、宜兰的降雨呢是比较持续的，那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则是比较零星的降雨。除了拜二东北季风增强，气象署讲拜四元旦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初二、初三是温度上低2天，要到初四天气才会转好，温度也会慢慢回升。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将下探到10到12度左右，南部、花东还有澎湖大概在13到14度，金门、马祖温度更低，可以来到7到9度左右哦。那2号跟3号会是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这礼拜爱注意温度降低，衫爱穿好少。啊，若有要去关山的民众，也爱注意安全，因为低温的关系，路面有可能会结冰。这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因为水汽看起来无够，所以关山落雪的机会会较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政治的消息，总统赖清德接受电视媒体访问，伊讲中国已经对台湾发动5种威胁，包括威胁国家主权、威胁国家认同。佮讲南北两党呢，即摆路线是甲中国徛共阵，也针对南北第4摆来阻挡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在也要求总统去到立法院来国政报告。赖清德讲，若有必要，伊愿意去，毋过袂当随问随答，因为安尼是违宪。因为一打这个违反最近的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的裁判，不是说我刻意不愿意去报告哈，因为宪法的规定嘛。有啊，我如果破了这个先例，宪政体制一旦混乱的话，这不是国家社会之福了。强调投诉也需要甲所有人，总统赖清德表示，愿意为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到立法院做国政报告，呼吁在野党尽速审查，更加提醒中国对台已经发动5种威胁，包括国家主权甲认同，拄着离国中共大动作宣布围台军演，国民党主席戴立文，煞将目标指向是赖总统制造对立。主其事者是我们家赖总统啊！当你们一天到晚都在挑衅，还要在野党想方设法的为和平开一扇窗，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基础，就是9·2共识。过去在野党讲9·2共识是一中各表，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讲各表了。对。啊，其实他们现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一中同表嘛。总统赖清德认为，未来南北两党以成为中国人威胁，都是对国家认同无清楚的威胁。国家要问在野，安怎揽到习近平，说要代替自家民选的总统。他们公开赞赏普丁啊，不是独裁者。然后呢，也拥抱习近平，却是对台湾民选的总统要弹劾。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会自有公道了。台湾民众党何时赞赏普丁不是独裁者？台湾民众党何时拥抱习近平？身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成为带头造谣的人，何其悲哀！限你24小时澄清道歉。民众党官声要提出民事告诉，捍卫清白。针对立法院南北党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会分阶段推进公听会、审查会甲听证会。过两摆邀请总统去立法院说明，将期尾伫2026年5月19日，也就是赖总统就职2周年进前进行记名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好，中国咧威胁真正袂当大意。中国东部战区今日宣布用新代号“正义使命2025”演习发动伟大军演，明仔载会展开实弹射击。越南总统府是来批评中国迫害台湾海峡的安全甲稳定。国防部是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执行备战这个操演，也有掌握14架中国军舰、89座中国军机投入军演，也讲。国军公布监控的画面，有严密掌握中国军队因的动态。舰机多项抵近台岛，驻军兵种联合突击，旨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两化情势恶化，中国部已经宣布对台湾发动军演，29以新代号“正义使命2025”演习，针对台湾北部、西南、东南、东部投入海空舰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核防控、外线立体合作者的项目。中国发布强军演习的画面，强舰向海面目标连续发射火炮，有挑战的意思。中国这届军演佫纳入反制国军海马式导攻火箭，恐吓台湾的意思真重。伊佫30要对台湾周边划定5区进行实弹射击，采取了并航监控。包含飞弹的追歼等相应的应变措施，因此都在全程的掌握当中。国军批评中国是上大的和平破坏者，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执行立刻备战操演。到下晡3点，掌握中国出动14架舰船、89架强机出海，佫公开监控图像，包括 F-12V 监控中共歼16，也甲海军真侪架军舰，像电弹军舰、金装强舰、安阳舰这动态。我将参与区域行动。国军嘛证实，中国威慑烟混区域范围已经包含台湾领海12海里，三军部队严密监控。北部的区域，还有我们西部，也就是马公的这个旁边这2个区域，那南部的那个区域之外，另外一个东部的区域，它都已经划设的范围都已经把我们的12海里都已经划设在里面了。反制中国伟大军演，海军海防大队有离开营区，部署伫宜兰头城。现场会当看到雷达车、反舰飞弹车待命，伫执行任务。2台分8架车伫屏东万丹交流道卡，车顶官兵全身武装，赶往战术位置。伫乡村苗皮头公园，地对空飞弹已经升起发射计，准备反制空中的威胁。国军透过宣传影片坚论台湾，坚定守护，展现三军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总统府嘛严厉谴责中国军演，杜英台要求中国需停止演习。此时此刻，面对着外部的威胁，我们最需要的是内部的团结。而认为中国还有善意的任何幻想，也终将破灭。台北市长周万安则伫声声论坛致辞，希望台海莫阁有风影。无想到人则拄啊离开，中国就发动伟大军演。周万安嘛提出谴责，佮讲执政者的责任应该要降低风险。任何造成区域冲突升高的行为，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刘委会正式谴责中国军演是中国用心设计的两手策略，凸显中国是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要拍要打这个行为，让台湾人民甲国际社会无法度接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海巡署今日查到4架海警船挖进咱的北部甲东部海峡，是随着大型舰船去各海峡应对。即摆中国因的军演，这个范围会当讲是甲咱台湾封锁包围。其中一搭伫咧平湖的这个西南边，遐是渔场。渔会是赶紧请渔民收网仔来离开。中国宣布明仔载实弹射击，华信航空、立营航空是紧急公告。明仔载台湾往回马祖这个航线是隆重取消，台湾往回金门这个航线伫咧暗时6点进前全部取消。敢会加开机班，爱看总统来决定。桃园舰广播，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立即转向离开。也被监控头前的中国海警船、中国解放军29早起宣布实施军演。海巡署也查到几架中国海警船经过咱国北部甲东部海峡。目前已经增加到14艘海警船，包含侵扰马祖、金门乌丘以及东沙外里岛，以1对1对应方式并航监控，强势驱离。海巡署调度大型的舰船伫各海峡有地来对应，也同步成立应变中心，协同国防部对应监控。交通部是强烈抗议中共军演，真阿爸无理，开始来调查替代航路。
对于我们整个航空也好、航海也好的航运的安全必然造成影响。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对于该准备的替代的航路，我们正在盘点跟准备当中。中国这摆演习，沿海区差不多甲台湾完全包围起来。福建海警也对台湾气候威胁，要马祖、乌区附近的海域综合执法。不过，金门民众无相大反应。会很紧张吗？我不感觉。你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因为我常常去。今仔这摆演训的所在有一地是伫个平湖群岛西南方，是当地掠这个土兔鱼主要渔场。渔会赶紧请渔民提早来收网。他们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那避免冲突，我们现在请这些在这个海域抓土托鱼的渔船赶快作业收网，然后避开这个地方。不过，宜兰南方澳加屏东恒春的渔民是反应无同款，只是东港渔会也坦白讲，政府无命令禁止，只有可以提醒，是不是出海也是由渔民家己来决定。有一些渔民是照常出海，然后有一些渔民也是说啊，那这样子，可能就再休息个几天，他再出港。这时阵，东港渔民大部分到台东外海去作业，有一寡无出海渔民是真无奈讲，那雄雄军事演习，也人烦恼讲演习互鱼仔拢走了了，会互收入全部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12月27号，伫咧新北邦桥溪头街遮有一个查甫人驶别人左来的车，驶正向失去控制，来撞到路边7台奥多摆，害一个看车的民众来着伤，也警察查落发现这个惹事的驾驶呢，伊毋但无驾照无牌，还佫食毒，食毒了后佫甲车驶上路。被车当一个行啊，颠倒向西地路半路停落来，佫继续驶，再去煞失控步冲，弄到路边真侪台汽车，看车的汽车骑士也被当场弄到，倒地练几啊练，佫一摆徛起来行路摆卡。他是乘客对不对？所以车上只有你。警方接到报案，几分钟了后赶到现场，调查30岁查甫人讲是路放无熄咧看导航，无制止落到油门。不过关警初步调查发现无驾照，检测了后佫验出假道塞车。嘣一声，好大声啊！我们在这里就有听到很大声啊。我说，没有驾照呢，怎么租啊？朋友租给他的这样。听到跑出来，车祸，那边警察人很多，救护车载我出去。当现场车头损毁变形，而且车壳受损，车牌也弄猫落去，有7台机车。车祸地点就伫新北市邦桥区的溪头街。肇事姓的驾驶驶查某朋友坐的车，伫27下晡4点发生自动车祸，佫互一个技师身躯真侪所在切伤，倒手骨折。查黄男酒测值为0，为精神状态不佳，经施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验，结果为阳性反应。这驾驶毒品前科，即摆包含无照驶车、颠倒向驶车、食毒驶车，互警方依照道交条例这段起犯，佫罚超过15万，佫牵涉犯过失伤害公共危险毒品条例，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少年朋友来注意哦！文化部宣布，文化币对明年开始，只要你满13岁到甲22岁，拢会当领到1200点。另外，要建立文化币的 App， 咱少年朋友用这个 App 来累积消费，完成任务，就会当摕到优惠另外福利。我不知道文化币有这么多戏可以看呢。文化币唔但会当摕来看戏，也会当摕去买册、甲看国片。今年文化部发予16岁至22岁的青少年，每一个人有1200点的文化币。马戏班发予13岁至15岁，每一个人600点的文化币。到目前为止，16岁至22岁领用率是8成外。13岁至15岁领用率是要我7成。有来领用的学生表示，政府的文化币是真好的政策。多一点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机会，买一些专辑跟文具。文化部表示，为着鼓励青少年增加艺文体验，对明年开始，全国13岁至22岁的青少年，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1200点的文化币。另外，也建立 APP， 让使用者通好当作游戏同款，累积阶级换福利。嘛邀请青少年介意的 IP 角色来做代言。行政院长也讲，领用文化币是青少年的权利，嘛是义务。那明年文化币会用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新人朋友们，希望你们把它放到你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
或是对我们文化产业有帮忙的，让大家提早接受文化的一些视野跟进入到文化的领域。我们明年为了鼓励更多人来领文化币，更多人来花文化币，把明年的文化币成为一个游戏。我们一年比一年领得多，来领的人也多，花用的人也多。明年我们希望来个全垒打，大家都来领，大家都来花。文化部也提醒，今年剩无几天，文化币也未使用完的人爱紧去使用。明年元旦透早8点开始开放领115年的文化币，使用期限有1年的时间。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为着要防范非洲猪瘟，政府是宣布讲，对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喷饲猪，每年一档来转型。也每年部分的饲猪场只要设备符合要求，佮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就会当有条件用喷来饲猪。消费者伫连锁咖啡厅用餐线，若是有食剩的物件，因过餐饮业者拢是付钱，请收喷的业者协助清运。为着因应明年实施的处理喷新政策，有餐饮业者提早部署，伫今年初就购买喷喷机，用打扫处理也是生物分解，达到喷量减少甲气化的目的。整体清运成本若无增加，顶多降差不多50%。那我们处理过后的，我们的费用其实是降低的。那未来如果可以把这厨余处理完的东西再做成肥料，再去卖的话，其实应该有不错的效果。为了降低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环境部宣布，为明年元旦开始，全面禁止家户甲小食档用喷饲猪。民众爱甲喷离合单交予粪扫车的喷桶处理就会使。考虑各县市喷的气化能力无同，会互猪农1年完成期，会当有条件开放用喷饲猪，包括学校、传承业者、百货公司等，拢是用喷饲猪的对象。想要继续使用喷饲猪的养猪场，爱符合水主设备监视系统，载运车装 GPS。资格经过地方政府同意，佮通过稽查了后，才会当继续用喷饲猪。我们现在会跨部会的推动这个惜食教育，有别于过去的惜食教育，就是说我们会从食物的源头大概产生多大的一个浪费，损失到多少，食物浪费掉多少。环境部讲，明年是用喷饲猪的落日转型期，到后年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呼吁民众为源头减量。尤其这阵啊，跨年买鸡食饭的活动多，鼓励民众把春菜包回去，唔那少食，嘛减少废弃物，降低粪扫体积，加清运的碳卡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讲，祥和病院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女医生出来指控。讲主管捌对几内女同事卡来手来，佮要求有新的医生做夜班。也病院呢，敢若甲伊记小个受害医生就质疑，这个处罚敢袂伤过头轻，人即马也是高赞。病院回应讲已经按照程序处理，也这个案呢进入司法的阶段，无方便加说明。病院本来应该是守护生命所在，也毋过即马双方积极，安怎连徛伫第一线的医师拢无法度好好的保护？祥和病院有女医师出面指控，主管除了强迫有新的医师伫夜班，也摆对多位女性同情建议甲肢体性骚扰，登记存出离个手。有人在麻醉苏醒时、意识模糊时，被他用双手报复的方式摸手；有人在密闭的办公室里被强行摸手，长时间的手摩擦手部，还被说你的手比我的还温暖，这些恶心的话语。受害女医师已经离职，伫工会陪同出面指控，涉及院方对涉案人员的顶处，只记小过一摆，却无对外说明调查过程甲处理依据。工会也指出，涉案医师即马有缘担任所属医学会重要职务，掌握学术资源甲权力，恐惊互更较侪少年医师受害。即马制度有缘有检讨空间。如果说今天你有违反医师伦理的状况，最严重是要被移付惩戒。移付惩戒当然就会出现在卫福部现在我们俗称的朗医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那现在大家有看到吗？当然没有看到。那中间这个环断在了哪里？
上河便宜发布文字声明，保证稳定，也是暗号，强调任何涉及性病加集场性骚扰，拢会秉持零容忍的原则，爱兼顾当事人隐私保护加定事正义，所以无对外公开个案细节。申诉案成立了后，8月28已经下图被申诉人的主管职务加定处，加当地正式转移公告。因为事件正伫司法程序，无方便就个案内容做评论还是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一个陈志明医生伫咧网络看影片，讲医疗信息、讲治疗方法，结果事实查核中心指出讲，这影片拢是 AI 做的，实际上查无这个医生。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志明医师。就是这个穿医生衫、自称陈志明医师的查甫人，最近伫咧网络抛出一影片，讲台北荣总甲台大病院研究发现糖尿病的原因，佮讲有患者接受新的疾病性细菌治疗会使好起来。不过两间病院拢讲影片内容无实，而且病院内底无这个医生。民众一般信赖这些大医学中心的医师有权威性。但问题是，这两家医院根本没有这个医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假的。事实查核中心讲，这影片拢是由一类多模态、阴性驱动的人物网架生成模式所产生的，就是 AI 的影片。因为卫福部就指出 ，AI 虚拟人物开频道已经是趋势，爱厘清 AI 虚拟医师幕后的制作的人，是毋是有医师的身份，这是管理 AI 虚拟品质。保障民众健康的关键。若幕后制作的人毋是医生，煞创立虚拟的身份，佮自称是医生，发表医疗相关的言论，就可能违反医师法。那他对外是用医师的身份做这个社群媒体的影片的处理，但是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后面要再去查。卫福部强调，若无医生的身份，是袂使使用医生的名来散布医学知识，会赶紧请法规会来解说，厘清医师法是毋是适合用伫咧虚拟医师，卖甲数位发展部 YouTube 频道继续来讨论，是毋是要求台湾的医师频道比较美国的做法，伫频道的说明栏公开合法职业医师的身份。公司新闻赖淑敏、柯嘉穗台北报道。云林县府公布水利署监测云林县第站下涵的情形，也因为今年呢雨水增高，佮加上加真济农民改种打土的作物，提出讲今年第站下涵是无超过3公分，也这个成果是监测25冬来第一摆。云林去年因为恶产的需求过去超抽地下水，致使地层下陷严重。为改善地层下陷的问题，中央地方今年提出不少水田转园的节水政策。根据水利署监测资料显示，今年云林县的下陷拢无超过3公分，是25冬以来的头一摆。全县没有一个3公分以上的一个下陷的一个地区，这是有监测的一个结果，就25年来首次有这样的情形。主要的原因是归咎于就是它的水情在去年度水情比较好，而且它的一个节水作物的推广有明显的一个成绩。云县府水利处表示，云林全年下陷数率超过1冬3公分的面积有247平方公里，去年是22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虎尾、土库、元长甲大埤拢是主要沉陷区。若今年全县无任何地区有明显的下陷，会继续推撒省水的作物。水稻那时候刚开始淹的时候，它猛这样一整天的，那你豆子不用啊，它只是把它弄起来种的时候淹那一次。那鼓励农民改种玉米跟黄豆等低耗的杂粮。那今年度已经推广了达104.8公顷，那每公顷可以节水达0.8公吨来说，加上休耕的部分，一年可以节省1.2万吨的用水量。为鼓励高铁沿线水田转园，农粮署针对虎尾、土库、元长、北港等下陷明显地区提供节水奖励金，鼓励农民改种番麦、黄豆等较省水的杂粮，搁来持续推撒，并建议提供补助来改善地层下陷问题。公司新闻王维雄云林报道。台南昨公布新增加2例天狗的带病入境，是住伫咧南区一对老翁某，引起菲律宾佚佗，转来到台湾了后呢确诊。也即马相关单位已经完成消毒，继续监控疫情。
清消人员唔但针对确诊的客家工作地放喷雾管封治，连外口也投入化学封治作业。台南市这边公布新增加2例天狗节境外移入病例。台南南区一对60多岁本国籍翁某，这个月19菲律宾旅游回来了后，自时开始陆续出现发烧的头症症状，日后 PCR 阳性确诊天狗节第4型。那国人如果有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等的旅游史，然后出现发烧及呕吐、恶心、头痛、骨头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请医疗院所要善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并依据传染病防治法而立即进行一个通报。因为考虑个人社区活动时间较长，天狗节防治中心当日开疫情讨论会议，动员卫生单位甲区公所针对居住地、工作地甲活动地进行紧急喷雾管防治，接触者送检，环境组成员清除甲带病蚊仔密度调查，各规划化学防治作业。目前已经全面消毒员继续监控。你个蚊仔爱定才会当迄落嘛，你啊天气冷啊，你即摆咱都。拢无网啊！照有若迄讲照 SOP 咧行，因为共款50公尺啊，迄个周围哦，环保局有来喷药啊。根据疾病管制署资料统计，甲今年12月18，果然已经有天狗节19例本土病例，甲257例境外移入病例。台南市本土个案是今年10月3例。无拖甲社区经过31天的检测，已经伫11月25解除。台南市卫生局呼吁，因为国际之间天狗节疫情严重，而且境外移入病例一直在增加，各界应该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这边193县道七星潭的路段很快工程呢，因为遇到疏浚的文物，所以部分路段是停工。也县府请专家学者来评估，确定讲这无文资保存的价值。即马工程已经开好，也按算明年过年进前会当通车。2023年5月开始动工的花莲193县道粉块的工程，伫2024年11月点新城乡嘉湾遗址附近，遇到一寡粗废啊皮。县府文化局即时委托考古团队来取哦，文物已经清好势，场地判定无保存价值，会当恢复动工。确认它没有这个文资保存价值之后，我们才继续又施工。继续施工，当然我们还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是有施工监看，这样一来一回的这个处理这些事情哦，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工程。就是工期在这个区段delay 了，就是延长了大概5个月到6个月。县府建设署讲，目前整体工程已经是收尾阶段，因为新路甲旧路有悬价差，原本的网络电力等管线需要搁再调整，目标是明年2月，旧历过年进行完工通车。因为之前遇到这个遗迹的挖掘所以我们延宕了许久。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赶工的同时也要特别的注重于我们道路的安全措施各方面，需要完善以后再来通车。193县道粉块工程伫花莲是争议不断，环保团队认为开这条路会破坏七星潭的自然景观。赞成开发的团队是认为会当有效消透大高线、苏花公路往南到市区的交通。不过控诉控3地动了后，来花莲观光佚佗的人减真而多，193县道粉块了，敢会阁出现车阵，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 KO 24档在办一届的建筑大典，对今日开始到1月初4，头尾拢总7天。选定25月里35间公庙是当祭做石，有民众捐3600粒的高丽菜，踏做菜山来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庙方人员甲高丽菜贴甲悬，拢是为着24年一届做石来准备。中华 KO 定位29开始到明年1月初4，选定25月里35间公庙联合做石，其中有民众拢总捐出3600粒的高丽菜，要贴做菜山来祭拜，非常壮观。就咱即摆盛产期都用这安尼较好看，别有特色啦，别人无咱用啦。这边有较难的，这阵大家经济较好啦，早期阵大家经济无偌好，阵拢咧做田。
中华科学好安宫甲永安宫是镇内两大信用中心，也是联合造就的主办宫庙。造就由来有侪种讲法，其中一种相传是好安宫伫起庙时出现真济蛇，地方认为是灵地蛇血，所以两间庙伫1929年的蛇年同齐造就，后来就约定俗成，24年造就一摆。科学好安宫是经过3摆的拆迁，上尾一摆就伫1915年。重建完成，1929年来造就大拜拜，安尼已经经历到即阵是第5摆咯。很多公庙毛1天毛3天本来跟湖安公司总庙是7天的。以前很多活动为清朝的红山禁水，这红山都是以前的禁止打猎、禁水、禁止捕鱼。今年的科学造就，除了有来自全台湾各宫庙的新兵，同齐来感召，也有侪笑谈、肉山、花灯、美容等等。庙方表示，造就是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嘛望透过活动，互民众欣赏造就文化的民俗艺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摆呢，较少人用茶起厝，家己市府又要互民众搁较认捌茶厝，甲南华大学和日本合作，起一间茶厝，会当节能，会当防灾，来互大家了解净零永续的建筑工法。伫泡沫技术会房间内底、小界内底设计理念甲工法，即间台日合作做伙起的茶厝，为建材成本甲折损工法，拢有结合节能的理念，透过南华大学教授详细说明，互社会对茶厝有新的看法。一般对木构建筑它会有哪些缺点呢？比如说可能是潮湿啊，或是说在防腐啊，或者说在耐火的部分啊，然后就是有针对这些部分有提出相对的工法去做一些解决。木造住宅过去大家都有很多对它很负面的观感，那这个负面的观感，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实际的案子，来让大家体会说，什么样叫做木住宅的高品质、高性能，而且我们要控制它的预算是在大家可以接受、合理的范围。因为较早阿里山林业的发展，带动家己市的茶厝文化，市内到呾阁有6000多间的茶厝。过去较侪拢是用整修的方式来活法，时间长，成本嘛悬。市政府甲南华大学合作，为日本引进起茶厝的工法甲观念。以前典当常常拢是寡文字建筑，拢爱请一寡师傅，木造师傅用一寡以前的骨料啊，用孙家的方式起。但今仔日这个一般的民宅，毋是历史建筑，听起来都无共款的，而且成本佫会更加足低。计划主持人表示，原底这间茶厝坑咧无用已经20栋。南华大学建筑系资深甲日本的团队，用同步的时间为拆除甲重启，希望透过这种浸水池的体验感受，互民众对茶厝会当有新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12月28点佛州，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因会谈是讲2点半钟。泽伦斯基表示讲和平草案有9成达成协议，计划伫明年1月踮华府确定内容。伫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的时阵，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飞去美国佛州，甲美国总统 Trump 开2点半钟的关键协商。煞尾 Trump 伫咧记者会讲，伊甲泽伦斯基见面进前，就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敲一通真有效果的电话。双方的团队当咧针对要安怎甲战争结束来拍拼。Trump 形容这是这4年以来上晚和平的时阵。Well, I think look, you can say 95%, but I don't like to say percentages. I just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 could be very close. There are 1 or 2 very thorny issues, very tough issues, but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oday, but really we've made it over the last month. 泽伦斯基伫咧会议当中感谢美国团队的拍拼，甲和平的想法一点一点写甲真条文。伊讲20点和平计划有9成得到同意啊。尤其伫咧军事战备甲安全保障，乌克兰甲美国已经有100%的共识，为着互和平会当久长，乌克兰准备放弃加入北约的申请，改用甲北约等级相像的安全保障协议。这项提议嘛得到真侪欧盟代表的初步支持。And we agree that security guarantees is the key milestone in achieving lasting peace, and our teams will continue working.
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立场也是真的。罗西亚要求基辅必须针对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归属做大胆的决定，就是要求乌克兰把目前罗西亚控制的领土让给因。Для их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требуе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от Киева смел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идущее в русле работы, проводимой п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каналу. Trump 嘛坦白讲，土地问题是目前谈判无法度过关的所在。虽讲和平看起来真近，不过领土的问题若无达成共识，这场谈判可能要受失败风险。国际新闻陈伟仁编译。以色列宣布正式甲索马里兰共和国建交，这又是互阿拉伯联盟有够不满。恐怖组织包括索马里亚青年运动、甲也门青年运动拢放调讲，要对伫咧索马里兰的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就连欧洲联盟都发声明，讲尊重索马里亚因的主权，谴责以色列这项建交行动。自行宣布独立超过30年的索马里兰，总算头一摆得到联合国会员外交承认。首都哈尔戈萨的街路，民众是欢喜跳舞，到暗暝，搁较有大楼出现电火投影，展现大白的以色列国旗。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nd before anything els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signing now, as we speak, Israel's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Somaliland and its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Please convey my best regards and the best regards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the independent people of Somaliland. Thank you, sir. That's a great moment and great historical day. 索马里兰伫2020年甲咱国签署双边议定书，佮互设办事处，也毋过并无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以色列将做第一个甲索马里兰建交的国家。إن الصومال لا يرى في هذه الخطوة مجرد اعتداء إسرائيلي آخر على دولة عربية أخرى، بل يعتبره اعتداء مباشرا ومسا ب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عربي ككله وأ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除了阿拉伯联盟甲索马里亚同齐对索马里兰得到外交承认强烈不满，包括索马里亚青年军甲也门青年运动等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也枪下要对任何出现伫索马里兰的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欧盟也以尊重索马里亚主权为由，谴责以色列的外交承认。索马里兰伫1991年索马里亚内战中宣布脱离索马里亚独立，2001年制定新宪法了后，为2003年开始定期举行大选，搁伫2024年的大选中头一摆达成政党轮替，由迄当时的反对党索马里兰国家党候选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当选行宪了后的第4任总统。目前的索马里兰甲索马里亚拢互列做全球上善车的国家，也毋过索马里兰的人平均 GDP 有$775，比索马里亚悬出73.4%，同时比真接强攻的索马里兰也较安全较稳定。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看到亚洲负责调查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弊案的独立检察组指控讲，金建希伊收乌西钱，这哦是收要900万的新台票，伊收钱来买官职。介入政府的人事任命这个提案，也检察官批评金建希伊的作为是颠覆国家体制。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家后金建希今年8月封列，目前当咧接受调查。金建希面临涉嫌操纵股价改选甲接受统一教高价送礼等指控。南韩独立检察组29公布长180日的上尾调查结果，指控金建希滥用权力，严重破坏国家公共制度，搁伫公众视线之外非法介入国家事务。 현재까지 밝혀진 바에 의하면 김건희는 대통령 배우자의 신분을 이용해 고가의 금품을 쉽게 수수하고 각종 인사와 공천에도 폭넓게 개입하였습니다. 检方指出，金建希涉嫌收商界甲政界人物赠送的价值达到3亿7725万韩票，大约代表862万的奢侈品，其中包括统一教领袖送的2个香奈儿皮包甲1条钻石破链，也有奢华珠宝、克里斯汀迪奥手挂包甲手表等。 伫金建希收的物品中，上值钱的是南韩有名画家李宇焕的100画，金相敏亲自用100画换去年国会议员选举的提名。
估计这8位的价值大约是337万台票。检方批评金建熙所做的已经是下台版的收支未官。 대통령의 배우자가 역사책에서나 불법한 현대판 매감 매직을 일삼고 국민의 눈길이 미치지 않는 장막 뒤에서 불법적으로 국정에 개입한 사실이 특검 수사 결과 확인되었다 할 것입니다. 南韩检方12月初以超过法律之上，甲统一教会交结，曾破坏宪法明定的政教分离为由，请求法院判金建熙15年徒刑，甲20亿韩票的罚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预计明年1月28宣判。另外，现任南韩总统李在明25日正式重返青瓦台办公，这是2002年5月进前，总统文在寅下任，现任总统继1330日了后重返青瓦台。青瓦台为1948年以来一直是历任南韩总统的官舍甲办公场所。前总统尹锡悦2002年5月就职了后，将总统办公地点刷去首尔龙山区国防大楼。原青瓦台是对外开放参观，李在明就任了后宣布，为着延续国家代表甲传统，决定将总统府刷回青瓦台。公司新闻警方田平玉。 特别迎接2006年美国纽约印尼时报广场，伫咧当地时间12月28举行活动，来告别2025年。也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呢，为着要准确伫看年迄指标来响起，因的师傅要连续监控17点钟到正时间。Hello Times Square。 大社拍招呼，活动主持人穿正高的外套，开始迎新三国活动。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当地28为着迎接2006年新的一年，特别举行一场活动。伫时报广场，联名主席哈里斯带领的以1号节参加民众来告别2005年的无爽快。 Tom, I have to know, what are you saying goodbye to and closing the curtain on in 2025? I am closing the curtain on negativity in 2025. I want us to focus on what unites us and not what divides us. 伫主持人引导的哈里斯加写到2005年无爽快回忆的纸甲领掉，并且迄日起准备好的粪扫桶内底，替代表2006年的全新的纸离开舞台。随后参加活动的民众也意思上台，分享无爽快回忆了后，亲手甲无欢喜的回忆甲领掉。 All right, it is time, April, for you to rip it up, throw it away. 美国民众用个别无欢喜的回忆来迎接新年。英国伦敦的大公钟也伫做跨年的准备，为着使互钟声准确伫跨年迄秒，互规个伦敦拢听到3名钟表师必须伫2005年最后一天监控动14档的大公钟，并且随时进行时间的校准。As it gets closer and closer, we do hourly time check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lock is as close to proper time as we can get it. Last year or the year before, I think we were 4 thousandths of a second out. And it's only because people have some very, very complicated and expensive monitoring equipment. 调整大公钟时间的方式，就是伫钟堆啊顶面增加也是减少旧的动线啊，安尼就使互这个钟变较慢，也是加紧速度。为了校准时间，大公钟的钟表师需要连续工作17点钟来进行监控，这也是因一年内底上届无用的一天。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17度至21度。 中部地区15度至24度，南部地区15度至28度，南部这边17度至26度，外岛地区14度至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